在地人在地前来看，这个每一年3月到6月是这个森林岛南的大熊部落这个春瓜的采收期。今年对农民来讲是歹年冬，除了雨水少、菜瓜欠收，再加上这个疫情，所以学校全面停课，菜市的需求量嘛减少，结果这个绩效比往年落1倍这么多。所以这个岛南镇农会采取着三效理念。 优先来拍卖，嘛定期甲食物医生来配合，要帮农民渡难关。虽然即摆已经是岛南春果采收期，不过农友拢无欢喜的表情，因为今年雨水较少，造成菜果欠收，再加上疫情影响，学校的停课，市场需求量降低，绩效甲预期记录起来差距大，尤其菜果的收成期，都爱逐工挂，若袂变成菜果布，再加上疫情绩效歹，百分烂又搁有病虫害。如果价钱不好，我甲挂掉，放咧涂骹，放咧涂骹的时阵会困啦、偏啦，做做也是很。 影响到咱的菜瓜长吼。面对今年状况，岛南镇农会表示为品牌生产销售3方面来帮助农友。那另外，农会这边也有请植物医生帮班员做那个植物的诊断，帮班员解决这些问题。 今年岛南的菜瓜虽然讲收成有较少，不过品质同款真好。农友希望讲消费者尽量采买食在地优质的菜瓜，减少因的损失。